外地買房唔使憂，15年中山三鄉本地房產人胡蘇哥幫你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胡蘇哥咧將帶大家睇一套中山五桂山嘅御龍山嘅一個連排別墅啦。咁依家胡蘇哥咧就已經企咗喺單位嘅呢個位置啦。咁上一期咧都有帶大家睇咗一套裝修風格都還 OK 嘅御龍山同樣嘅戶型。不過咧，雖然話兩套單位戶型係一樣，不過呢套嘅花園咧會更加大，而且咧係基本上係成個御龍山同樣戶型最大嘅一個花園啦。依家嚟講咧，胡蘇哥咧就已經到咗別墅嘅呢個正門口。首先咧，先俾大家睇一下呢個位置。位置咧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嘅呢個位置。御龍山嘅別墅咧，其實都有之前咧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呢啲配套啦。咁御龍山呢邊咧，咁佢係直接有巴士可以翻到港珠澳人工島口岸，或者佢係直接可以去到香港，即係佢有兩地牌嗰啲巴士係直接可以翻到香港嘅。即係當然你可以喺港珠澳人工島口岸嗰邊轉車又好，或者直接坐中港兩地牌嗰啲巴士咧，係直接可以翻到香港嘅部分地方啦。咁當然咧，其實買到呢啲別墅咧，其實自己都有揸車上嚟嘅，揸車上嚟咧就可能係更加方便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如果你話自己揸車去到人工島口岸咧，就35分鐘；去到澳門嘅拱北口岸咧，又係35分鐘；去到橫琴咧就係40分鐘；去到珠海三門咧就可能係30零分鐘。咁出到中山溫泉咧，佢呢個路咧就基本上係年後肯定會通噶啦，就5分鐘去到中山溫泉啦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因為呢邊其實離中山溫泉嘅實際距離咧就係2公里2000米，非常之近啦。咁佢呢個小區咧，首先咧佢係一個純別墅區啦。咁外觀咧嚟講，其實睇起身呢啲別墅嘅外觀咧都係非常之靚仔嘅。呢啲別墅睇起身外觀，睇起身咧都係比較舒服嘅呢啲別墅。咁上下咧其實總共有4層，呢度係1層。呢度可以講係負1啦，都唔可以係講1層。負1、1樓、2樓、3樓。咁門口嘅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佢係一個雙車道啦。不過咧，基本上咧，你話泊車咧都係泊翻自己屋企入邊。不過由於你話依家入住率其實唔算特別高，有啲朋友咧可能覺得泊入去比較麻煩，你可以停喺自己花園嘅呢個門口呢個位置都係冇問題嘅。因為佢本身車位咧，佢係一個子母嘅車位。然之後路咧，咁佢呢個位置其實都 OK 嘅，又唔怕話對正路衝。隔離呢啲別墅咧就會大翻少少啦。隔離呢種咧就係獨立別墅嚟嘅，就戶型咧就更大啲，價錢更貴啲。咁首先咧，先入到嚟呢度俾大家睇一睇啦。
咁呢度咧係正常，即係如果唔開車咧，就可能係行呢個門。咁呢度咧你可以改成 M 密碼鎖啊，或者後期咩鎖，如果唔中意呢啲鎖匙開門嘅，你都可以改動嘅。咁入到嚟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咧係鋪咗幾種，即係兩種磚欄，一種呢啲防滑嘅，一種呢啲鵝卵石。咁佢旁邊呢度咧就種咗少少花花草草啦，即係都係種喺呢邊嘅。咁至於水龍頭嗰個位置咧，佢係預留喺呢邊。咁呢邊咧就係車庫嘅一個位置啦。先俾大家睇一下呢個車庫嘅位置。車庫咧其實呢個長度咧應該有去到6米幾嘅啦，即係你幾大台車咧，其實都唔需要話單身停唔到，位置非常之闊。然之後呢度咧其實預留咗2個水龍頭嘅一個位置啦。佢本身咧即係入邊咧其實仲可以停多一台車嘅，不過咧咁佢依家就封咗做咗一間多功能房啦，即係健身房啊、瑜伽室啊。即係如果後期你都係想保留翻嗰間房嘅嗰個車庫嘅情況下咧，你都可以拆咗呢埲牆，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，都係比較少嘅問題。咁上到嚟呢邊咧，咁佢係呢度咧係用咗少少嘅石材啦，即係應該講係天然嘅材料啊。雖然胡叔哥唔知道係咩材料，不過摸起身嘅質感咧係 OK 嘅。不過咧，咁佢呢度咧係要上翻部分樓梯先可以上到1層嘅。咁呢度咧都係種咗啲花花草草啦，呢個位置即係花前呢個位置。如果你唔中意呢啲款式嘅情況下咧，後期可以換翻啲你中意嘅話，你按照現狀其實都係冇問題嘅。咁首先上到嚟呢度咧，咁佢就睇房嘅話比較多人，咁就準備咗一個換鞋燈。呢邊咧可以換鞋。後期呢度咧其實都可以做翻個出邊再做多一個鞋櫃都 OK 嘅。咁呢邊入到嚟咧，其實可以睇到佢呢度係一個雙開嘅鋁合金嘅門，都比較大氣啦呢個門。咁入到嚟其實可以睇到呢個裝修風格咧，就係比較簡約式嘅風格啦。地磚咧就係呢種啞光磚，1.5米乘75嘅一個啞光磚啦。一入到嚟，首先左手邊咧就係廚房啦。廚房咧呢度呢個係洗衣機。呢個係洗衣機，佢係呢度開嘅，呢個西門子嘅一個洗衣機啦。爐頭，不過爐頭佢係配咗一個小米嘅，冰箱又係小米嘅。廚房講真唔算話好大，不過其實咧都係夠用晒㗎啦。呢啲空間唔算話特別大，不過門口呢個開口位咧可能會窄翻少少，可能佢做翻閂門可能會好用啲。更似呢啲開關啊。呢啲睇到嘅嘢咧，咁佢都係唔拎走嘅。右手邊嘅位置咧，咁佢就有一間長者房啦。長者房就擺咗個1.5米嘅床，咁望到咧就係望到自己屋企嘅一個前花園啦。然之後仲有車庫，1.5米嘅床，然之後衣櫃啊、中央空調啊呢啲其實都幫你做好咗噶啦。呢個床嘅顏色咧就會淺少少嘅一個顏色啦。床頭櫃，然之後仲有床頭嘅一個背景啦。1樓咧就有一個衛生間嘅，呢個衛生間咧馬桶咧就係呢後面啦。呢個馬桶，咁呢度咧都係可以沖涼嘅，因為佢係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淋浴房，咁就唔需要話跑到2樓沖涼。洗咗盤咧其實都非常之大氣啦。不過呢個位置咧可能會細翻少少，可能再大啲。會好用少少啦。咁佢呢個戶型咧，佢本身咧就沙發咧係擺喺呢個位置嘅。咁望出去嘅景觀咧就望到呢邊。咁依家其實大家都有睇到佢依家目前咧係未有擺有電視嘅，即係後期咧你可能要做翻個隔斷，然之後先相當於你要把餐廳同客廳嘅位置2個位置分開。咁佢上面咧係做咗一個弧形嘅天花啦，又係一個弧柱燈嘅設計。咁呢度呢個顏色咧係黃色嘅，即係同呢邊咧佢係有區分嘅，即係上面嘅一個樓梯做咗黃色，然之後木紋式嘅一個玻璃扶手啦。咁呢度落到嚟咧就有3級樓梯。呢度落到嚟嘅情況下咧，咁其實呢個位置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啦。餐廳嚟講咧，佢就唔係擺咗一張好大嘅圓台，就做咗一個倒台。即係都坐6、7個人都其實都冇問題，不過可能會窄翻少少啦。咁旁邊呢度咧就做咗個呢個餐邊櫃啦。
咁客廳嘅位置咧，其實目前現狀睇咧係夠大嘅，不過後期咧可能你擺上咗電視咧，可能就會窄翻少少啦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睇一下呢個後花園嘅位置。後花園嚟講咧，佢呢個後花園咧起碼有去到85個平方，非常之大。因為佢呢第一排嘅別墅咧，佢會比正常嘅花園咧就會大啲。咁花園咧，咁佢都係做咗幾個用途啦。呢邊抬高咗，後期咧可以買翻個遮陽傘，或者你自己可以搭翻個玻璃棚喺呢邊做茶室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佢旁邊嘅呢個位置咧，咁佢就種咗部分花花草草啦，即係佢一個轉角形，咁佢冇全部做。不過後期咧就睇翻自己想要咩樣噶啦。咁有啲朋友佢中意魚池，有啲朋友中意種樹，有啲中意花花草草，就睇翻自己嘅實際嘅一個用途啦。咁佢呢種磚咧就係同前面花園嘅磚唔同嘅。咁佢呢個係一個淺色搭配一個深色，咁睇起身咧就可能有兩種色調。上面咧就做咗少少抬高處理，就做咗呢啲反腐嘅一個木。咁呢邊咧其實可以睇到佢嘅上下4層。咁外觀咧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咁佢旁邊出到嚟嘅嗰條路咧，就係隔離嘅小區啦，即係御龍山根飾果嶺啦。不過呢條路其實晚上都算比較安靜啦。呢度係御龍山嘅明泉閣1期，然之後隔離咧就係御龍山根飾果嶺，即係晚上其實係比較清靜嘅呢個位置。咁呢邊咧其實可以睇到佢呢個花園，喂，非常之長，非常之闊，即係比較舒服咯。咁你話對標翻如果山鄉雅居樂名門別墅或者蘭翹別墅，咁佢嘅花園嘅優勢咧係更加大嘅。不過佢地下室咧就相對於嚟講咧可能會細翻少少。不過咧如果從別墅嘅角度咧，你肯定係花園係越大，肯定係越好噶啦。地下室夠用就 OK 噶啦。咁依家咧胡叔哥咧就帶大家去地下室睇一睇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呢啲窗咧，咁全部窗咧，其實都換咗斷橋，然之後防蚊網嗰啲全部都做晒㗎啦。全屋嘅中央空調都係美的嘅，即係基本上其實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因為佢有啲咧，佢可能配埋櫃啊，佢呢個單位咧，佢床咧都係完全配埋嘅。咁成個餐客廳嘅坐起身，其實哇，坐喺呢邊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啦。不過咧就係插咗個電視，然之後就係一個電視背景牆。咁如果設計嘅情況下咧，就肯定要喺呢邊再砌翻個牆。不過砌咗牆，實際嘅效果咧就可能會細翻少少，因為你隔斷咗嘛。不過咧就睇你需唔需要電視啦，因為有啲朋友咧佢係唔需要電視嘅，可能就係做嚟一個裝飾嘅作用啦。如果你唔拉平佢嘅情況下咧，就依家提升嘅效果咧就最好嘅。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係要自己後期需要處理一下啦。咁依家呢個位置咧就係落下地下室，不過佢呢個樓梯咧嘅設計咧可能會窄翻少少，不過冇辦法，因為你有啲梁嘅位置咧其實係喐唔到嘅。首先咧，咁佢落到嚟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收納空間啦，即係隱藏門。到時候掃把啊，其他整衞生嘅可以放喺呢度。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瑜伽室，本身咧係車位嘅一個地方啦。佢包括似下面嘅呢個位置咧都有裝埋空調嘅，即係瑜伽室或者健身房你買部跑步機啊，或者其他啊，其實都 OK 嘅。然之後呢度咧就有一個衞生間啦，都可以沖涼，可以有馬桶嘅。咁呢邊咧仲有一個細細地嘅一個私人空間啦。咁呢個空間咧就最多係放一下雜物或者收藏品之類嘅，即係唔經常過嚟嘅咧，你就可以擺喺呢度啦。咁落嚟呢邊嘅樓梯咧，咁佢地下室咧呢邊咧都係有一個衞生間嘅。呢度咧就係冇沖涼嘅地方啦，就只可以係上廁所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休閒室或者茶室，然之後咧，你話平時喺呢邊坐一坐，比如講睇下書啊，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啦。呢邊咧仲擺咗少少呢個櫃，然之後呢邊咧由於佢呢邊係有採光嘅，呢度係一個天井嘅位置，所以通風咧都係通風。包括佢呢邊咧應該都係做咗一個風換機嘅設計啦，就係抽風，應該係抽風。咁呢邊咧就做咗一個係電影院。咁坐喺呢邊咧睇睇電影都非常之舒服哦。呢個位置
哇塞，哇！坐喺呢邊攤住睇睇電影，最新出品嘅免費電影，非常之舒服啦。呢個位置都夠晒舒服，夠晒寬敞啊！旁邊嘅呢個位置呢，就應該係做咗啲木飾面嘅一個處理啦。咁後期如果位唔多呢，可以加多幾張位。咁呢度呢，就係負一樓嘅一個介紹啦。負一樓嘅面積呢，目測應該有個70平方度啦。其實佢呢樣設計呢，都相對於嚟講呢，都算係比較合理嘅啦。呢個設計，即係你1、2、3，即係如果你唔做呢啲，你做房間都得。即係不過短期住就得咯。負一樓，如果你長期住呢，始終負一樓呢，咁佢會潮濕翻少少嘅。依家咧就上翻2樓，俾大家睇一睇2樓嘅實際嘅一個設計啦。咁佢上到2樓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可以睇到樓梯同大廳嘅地板磚嘅顏色咧係有少少區分嘅。呢邊咧佢上面呢度咧用嘅咧就唔係話地磚啦，呢種係石材、石土。咁石材嘅情況下咧，咁佢造價咧會比地板磚嘅成本咧就高翻少少嘅。咁依家上到嚟呢邊咧，其實可以睇到緊佢呢度咧就有一個筒燈，然之後咧就係射住呢個畫，要不然咧就可能會被覺得比較空少少啦。咁地下呢邊咧，咁佢都係整咗呢啲感應燈啦。咁呢邊玄關咧又係整咗一幅畫啦。然之後咧入到嚟房間咧，其實可以睇到佢呢啲房間咧都非常之大啦，即係成個房間咧真係有去到400尺，即係一個套間。咁佢入邊咧就係用咗呢啲淺色嘅木地板啦。其實木地板咧始終係舒服啲嘅，不過咧木地板對比瓷磚嘅鋪裝成本啊，然之後仲有價錢啊，都肯定會更加貴啲。咁大廳咧，咁佢都係做咗一個吊頂，然之後咧後面咧有一個隱藏燈帶啦。咁呢度咧就擺咗少少呢個。就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啦。咁胡鬚哥咧係唔識嘅。呢邊咧本身係佢陽台嘅嗰個位置，咁把佢褪咗出嚟，就做咗兩邊嘅櫃。有啲朋友咧可能唔係好中意褪陽台，有啲朋友咧中意褪陽台。褪陽台嘅成本咧其實講真會更高啲，因為褪咗陽台咧，你就首先意味住呢邊要做翻2個櫃，做翻啲擺件，或者你唔中意呢啲咧，你擺2個休閒沙發喺呢邊咧都 OK 嘅。咁褪咗之後咧，咁窗咧咁佢要封嘅。窗簾要做嘅，咁實際你成本咧就肯定會高啲噶啦。咁佢呢邊咧就係空間睇到非常之闊，一個1.8米嘅大床。咁衣櫃啊、衣帽間咧就全部喺後面呢度，兩邊非常之大嘅櫃啦。咁你加埋隔離嗰個位置咧，其實呢個收納空間咧係完全夠晒嘅。咁呢度咧仲有一個梳妝台，哇！見到真係羨慕啊，非常之羨慕啊！呢啲單位。希望胡鬚哥都有機會住得到咁嘅別墅啦。咁呢度咧就係衛生間啦。衛生間咧係一個雙人位嘅，係一個洗漱地方。咁呢度咧依然咧係一個乾濕分離嘅，咁非常都闊晒嘅啦，好非常之闊呢個衛生間，咁肯定夠晒嘅啦。所以你兩邊加起身，實際呢個主人套間咧大概去到400尺，即係40方左右嘅，實用喎。咁呢度咧又係另外一個套間啦。咁呢度依然都係咁嘅，呢個櫃啊非常之多啦，一邊、兩邊、3邊、四邊，總共4邊。咁佢呢邊咧本身係一個陽台，咁呢個位置咧係屬於加建出去嘅。加建出去咧又有一個細平台，加建咧意味住又需要花少少錢先搞得掂。成個整體嘅色調咧。就等於同啱先嗰間房差唔多，最多咧可能係呢個床嘅顏色唔同啊，擺件唔同啊，設櫃嗰啲顏色咧都係相差唔大啦。咁呢度呢個衛生間咧對比啱先嗰個咧就會細翻少少啦，即係少咗一個位置啦。呢度可能會少咗一個位置，不過呢個空間其實夠晒。呢間房嘅空間咧對比啱先嗰度咧就可能會細咗
6、7個平方吧，即係細咗60-70尺咯。其實你話住咧都係夠晒住噶啦，咁個空間。咁依家咧就再上多一層，睇下主人房嘅一個空間啦。主人房咧，咁佢上面咧本身咧佢係有一個平台嘅，呢個露台。呢個露台咧大概有去到300尺度啦，即係本身咧佢呢邊呢個位置咧係冇嘅，呢個位置係加建出嚟嘅，因為樓下係倒咗水泥嘅。有啲咧佢可能做玻璃房，做玻璃房嘅情況下咧，咁你呢個位置咧就係做唔到出嚟嘅，包括隔離呢度都係啦。咁佢係做咗玻璃，咁呢邊你做咗水泥，咁喺呢邊睇一下周邊嘅風景，哇，都係好舒服啊！咁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露台啦，出到嚟。咁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空間啦。主人房嘅空間咧，其實同樓下嗰間房嘅空間咧就佈局咧都係差唔多，不過呢個位置咧有少少唔同，即係衣櫃嘅位置係，所以佢嘅設係有少少唔同。主人房嘅色調咧就係床就換咗棕色嘅。咁呢度咧都係呢啲有格仔嘅一個櫃啦。咁望翻出去嘅景觀咧都算比較舒服噶啦。然之後有一個地方遮頭，哇！然之後好似中央空調呢啲都係最基本噶啦。咁呢度咧都係一個衣帽間櫃，哇！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呢種設計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雙人位嘅一個呢個洗臉刷牙嘅地方。咁呢邊咧後期咧仲可以擺翻個浴缸，即係睇你需唔需要啦。咁成個別墅咧就同大家介紹完啦，咁就再同大家講一下呢個別墅啦。咁首先咧呢個別墅咧，咁佢紅本面積咧就係185平嘅，不過實際俾你用到嘅面積咧就肯定係超過350-360方，即係有接近400方、接近4000尺嘅一個實用空間啦。咁呢啲別墅你話裝修費錢，其實都非常之費錢啦，因為睇到嘅咧晚晚都是一個人民幣啦。咁目前嚟講咧，業主話開價428萬，實用面積咧就接近有400方左右啦。花園咧又非常之大，前後花園有贈送前後花園啊、地下室啊、車庫啊、露台啊，全屋嘅豪華裝修啦。豪華裝修其實介紹咗咁耐咧，大家都睇得出嚟呢啲裝修咧都係要真金白銀嘅支持，而且呢啲裝修佢唔係話隨便裝一裝喎，即係品質細節各方面咧都係 OK 嘅。可以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啦，咁嘅單位。咁如果你正在御龍山揾緊別墅，或者你喺御龍山有別墅上去出售嘅呢，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，添加到中山沙鄉15年沙鄉本，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揾15年沙鄉本地房產人胡蘇哥傾一傾。咁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大家覺得胡蘇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